新巴接任咗中巴嘅路線初期咧，已經開始大量賣全車身廣告㗎啦。有唔少車咧，亦都上廣告嘅時候咧，以往亦都用油嘅方式上畫咧，亦都由貼紙咧就慢慢去取代咗㗎啦。咁你見到咧，當時新巴亦都好多新車 Trident 啦，亦都有好多車身水牌啦。上廣告嘅時候咧，亦都冇俾一啲貼紙去遮蓋嘅喎。咁但係呢個情況咧，就慢慢因為數量越嚟越多啦，就慢慢就被忽略啦。咁初期咧，新巴嘅廣告嘅代理商咧，通常推廣啦，亦都會習慣喺賣廣告嘅時候咧，喺車尾咧貼翻一張藍色嘅長方形貼紙嘅喎。咁但係後期咧，因為新城合併咗之後咧，咁城巴咧亦都用翻 Buspet 啦，佢合作多年嘅一個廣告代理商啦，就替新巴同埋城巴啦去做廣告嘅代理嘅喎。咁後期啦，2006年啦，咁通城啦，亦都俾JC Decal 啦，即係德高展域啦，就收購合併咗啦。咁一直去到2015年啦，咁新城咧就再次去做招標啦。咁亦都係德高展域啦，咁啊最終咧亦都攞翻一個廣告嘅獨家嘅代理權嘅喎。